本来有脱口秀，因为中国内面言论乱讲话，支持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排第16名的新疆律师陈俊翰引起批评，也因为这个事件，互长期关注立法无法度通过反歧视法，搁再引起讨论。民间团体是希望讲这反歧视法赶紧通过，强调法条内面也爱明确定其言论自由、甲歧视言论的界线，若准甲人歧视，会爱赔偿。 最近有台湾 talk show 邀请中国来宾王志安来评论台湾的选举，节目当中涉嫌言论歧视，民进党不分区排第16名的新疆律师黄俊翰引起各界批评。长期卡咧立法院的反歧视法，嘛因为这个案件搁在受到关注。长期关心障碍者权利的台湾社福总盟秘书长孙一信认为，这个案件就是典型的反歧视法适用案例。那因为伊身心障碍的情形。 去用歧视造成一寡损害的情形吼，包括人格损害、精神的损害。伫这种情形下，应该这个身心障碍者本身会当提出赔偿的这个恳求啦。王志安的这个案件真符合这款的条件。 针对这个事件，身心障碍联盟也大份抗议，强调障碍者参所有公民拢同款，有参政权，呼吁大众爱支持障碍者参与各款活动，建立友善环境。另外，针对歧视言论，也支持应该依法条来清楚定义。通常开罚应该是 NCC 嘛，这个时候都会想说在考虑说是不是言论自由之类的，就不会去开罚。反歧视法就是去讨论说言论自由的界限跟伤害别人的界限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是应该要比较清楚的去定义。身心障碍联盟讲，因自2014年就开始推杀反歧视法，但是一直无法度伫立法院过关。现主是因为这届就要结束，新的国会组成法案推杀，搁爱重新行一摆。联盟希望趁即马有案例发生，大家当咧关注的时，新上任的立委就爱重视这个问题，互反歧视法赶紧立法通过。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